阿 Trump 仲搞笑，我話你搞 shutdown 啊嘛，係嘛？即刻裁員，係嘛？所以啲左膠媒體啊，即刻攞出嚟講啦，你阿 Trump 幾衰啊嚇，即係準備裁員啊咁樣。咁你左膠媒體係咁噶啦。咁仲有咧，啲人會話：喂，有冇搞錯？你哋係共和黨佔多數喎，點解仲可以搞到去shut down 嘅咧？咁因為咧佢係要60票，我哋得53、47，我哋係53個共和黨，47個民主黨，咁咧要60票咧先可以通過嘅，所以咧我哋仲爭7票，亦都需要民主黨嗰邊要有7個人撥過嚟先可以通過咯。咁啊 Chuck Schumer 咧就控制噶嘛，佢係阿頭嚟噶嘛，咁佢就控制住唔俾啲人去投。咁所以大家要知道根本而家美國呢個政治制度所有個情況係點，所以變咗咧唔會俾人哋誤導咯。